因为呢，就人生按到会太细事嘛，这个爱动天发，这个就会爱听到会写东南。不过就是，佢可能真嘅聽都聽超咱有過了。家己來有即骨嘞，你这哭嘞，妹妹。好咧，好咧，出神醫嘅。今日唔係後生幼稚園，好冇？冇啦，之前有一擺真研究聽到唔知年，迄個公司就同個中白強，就今年冇才獻從個幾三年，就是講嘅快快嘅，中白強個公司呢就因為。之前你就向下做嘅廣播節目嘛，跟同戲院就入圍嘅金鐘獎。哦跟其實嗰時，一開始睇到入圍嘅時係冇按金鐘，去到現場嘅時就店裡嘅時間，冇唔錯，真人店裡一開始就心肝卜卜表，跟心臟會跳出來，哎用真人嗰時我就金鐘都上去盤咧，真人睇金鐘，後來呢佢你太洗吧。冇啦，那迄件事我還是一下早就出來了哦。你講出來咩？家現場沒看到你嘅相片。唔係捱嘅，跟這個唔係捱嘅，很多電視機條線冇看到，估咗唔信。我有兩集，老配人都冇聽過嘅情緒，睇下如果張風床嘅時間會欠咧，我喺上水冇嘅時間心情會唔好，會不安。就像差唔多一般，如果都嘅動珠條啊，還有嘅暗部條愛水冇嘅時間，然後我不可能講法就會較冇耐心，較冇耐心，較惡掉嘅。我對老輩對朋友較唔好啦，對不可能較袂，還有嘅杜思瑤嘅時間，上去訓練嘅時間。杜思瑤係咩會？杜思瑤真嘅冇嘅東西，你冇嘅能量做得把你抽起來，你點？本嚟超熱，超熱，把你抽。而家呢個日最後冇東西好 sell， 呢個叫 sell 唔見啊，sell 起來，嗰種人就想，佢哋有 sell 人講嘅杜思瑤嘅人，如果唔係真是杜思瑤嘅，係唔拉搖。我愛試下係人哋有陣時心情啊，佢係固定嘅，就講一張嘅地步，我有經驗咧，個心情就動好哦。哦，無論做乜嘅事情，就說，哎呦，動有能量哦。無論發生乜嘅困難啦，你就想，冇想過，我聽朝有辦法來去解決。我有經驗咧，你就會做。這種心情動態呢，就看乜嘅事情就會想過，聽朝唔會順。雖然我係張瑤嘅係嘛，其實做誰來沒問呢？就嗰種固定嘅，它基本有一種情緒週期規律這樣子。有陣時好，有陣時唔好，有陣時好，有陣時唔好。既然那叫乜心情好咧？哦，其實這麼哦，以難講哦，比如講，你是來金錢會唔好，你是來嘅時間咩唔好，你是來高後其實咩咩唔好。你哪嘢係好誒？差唔多就2-3年，唔送把幾年幾會好。有一擺就對 KTV 地杯啊，唱歌嘅嘛，啊有歡喜甲會跳舞嘛，啊對地杯會會啉酒，啉酒啉啊落去嘅心唱吼，嘅心跳會跳較勁，按住哦開下用動歡喜，我係跳對跳係說，哎呦，踩隻嘅跳唔高起哦，嘅動刺激，係，係就心都跳落就開始啊快大啲，我一係咪踩隻會起咧，踩隻會阿公婆要來將捱咧，佢說啊做唔得。我想停下來坐一下，停定來撩一下。哦，佢張有變下慢啲嘅容易。又咩情緒問題啦？咁又係情緒問題。給搞錯主題了，冇運通啦，跳舞跳一下就跳唔高。漏淚啦。其實兩妹算一部分有情緒相關，因為佢某次都沒有認知到自己能力唔足。呢個嘅動聽㗎，哦，我繼續。不就哎呦，我做下4萬元後，做嘛按你10年就要我去打按採購。你就係真係要用真心去愛，唔係唱唔愛用，青菜菜嘅渣男。另類減肥法啦，冇錯，變咗鹹魚。嘿，嗱啲嗌就冇好到啦。難怪唔會抽。就鹹魚什麼？心情報紙快樂，你叫咩冇需要嘅呀？哦，冇啦，大家注意到。樹啊，就係講嚟啊，即係講罷了啦。演唱你做節目嘛，你嘅觀眾朋友係唔啲，你做節目真係弄到嘅調前嘅重要嘅時間，還有6日嘅過程，都懂到嘅空佢會喊到懂到嘅迷茫乜嘢我去注意。咁其實我知道出你嘅製作人，我注意按到嘅事情，係講你按到嘅人嘅，佢會本大家就照顧到懂好，大家都會知道非常會鬆鬆啊，非常會吃菜。咁其實我知道真人做好情緒管理嘅人嘅，最終係樣辦型嘅，就算佢讀到懂嘅事情，我會處理，懂到嘅困難，懂到嘅人就
有嘛嘅問題嘅。我講嘅幾度做的用非常的穩定嘅情緒，還有非常的溫和嘅口氣，當好嘅言語去達到佢嘅效果，還有佢嘅目標，也真係就會情緒管理當好嘅人啊！我們再來給製作人一個掌聲。等下，眼睛妹，你要係主持人係冇，你攞嚟提料嘛？哎，起來！已經落錯得唔錯。好咧，好好做下咧。等你睇過，好嘛？哎呀，等你睇過啦。我就想要了解鋪書黑馬給啊，沒有從第一天的案例很空泛哦，我想要學習，但是你知道真沒有去問到底要怎麼做到。他有沒有問題？有沒有出錯嘞？我自然要拔掉。還給我。嗱，我就來興講佢啊，佢講其實咩唔係佢完全冇情緒，面對到安尼尿嘅事情啊，佢冇要動氣，我哋佢會先將一個心情先表達。啊，唔過表久嚟過後，唔係現一個壞心情會壓定哦。喺表達過後咧，佢會請一陣時間，再同佢整理好。再個拿出來。係啊，比如講按部條嘅時間，佢唔會影響到人嘅時間，佢將拿出來同佢整理好先。了有啲從呢個數據當佢哋嚟使用。唔過專家咩有講啊，3不5時會同佢關機，重新來去整理下較好。冇有上時壓久嚟過後啦，有可能就會爆炸。也有可能係笑面虎。哦，收開始而已。啊，我知道你係笑面虎。哦，來講一個啥？我當欣賞嗰種曉得先躺贏講法嘅。冇躺到一句講嘛，佢你就寫滿然後嘅對面三對面我做唔到。你生下來也推對白，你閃閃都冇人講法。你先講才你講法。我當天先對面閃閃衝兩下按呢，點先躺贏講法，比較重要，就曉得處理事情。哦，放小放嘅，哦，小起來。按鈕，沒有，就是因為吼，我先躺贏講法，你這樣利用騙人的心情，去照顧到騙人，這樣講出來的話，這樣會得行，係冇？錯，韓國有上次躺到頭，佢後背翻盲講，所以用啲佢後背發展係盲嘅，係啊，係冇。冇聽說人家講嘅心情就好了，你唔是天天去發現，啊你就有智慧嘅人，因為佢看到嘅，也事情佢度過嘅，吼佢處理過嘅，啊媽嘅樣又亂標，哦我比媽過嘅冇關係，誒神用冇人貨，用冇死，啊本姨媽冇關係。像有一擺喺高中嘅時間，大家學長學姐啊，哦，佢哋畢業，哦，結果就同歡喜啊，同結果嘅滾水滾到黏黏嘅，跌來跌去，哦，後來伊個學長啊，佢就對到，哦，然後佢個頭拿衝到頭拍，血定定咧，就送醫院咧，有 Lucky 神秘嘅故事，咁高調嘅。因為那一種會 lucky 神秘呢。係。還有啲新聞當中有看到，就係唱 KTV 啊，去 KTV 啊。有人就係因為識聽到酒咧，就同人耳壓到上草必本。哦喲，看到嘅報告嘅，同佢當地本來人歡歡喜喜啊，後來就唔歡喜咧，就是聽到我搶麥，我也唔中意，係搶麥做唔得。係要攞兩啲機票買嘅合音係冇？係，還有將人嘅嗓音變做唐老鴨。係佢話啲昆定天師考定腳，吼王太太見過，佢付出平下落去，冇錢，佢一聽係嗌前幾年有乜嘅事情，原本秀一下，秀一下，哎呦，快啲，係咪係嗌錯背要冇藍衫？有碩士嘅人吼，即個很懂得心嘅人，佢無言事故對人付出。一定係有原因的。哦，可是王太妹懂用心誒，按你3不5時，不會你凶一下，你就唔會失智症誒。見工。你挑起，以後嚟再說啊！我係咪前幾年係做乜嘅事情冇講，我冇講出嚟一樣嘅啊！你會記得 Happy Wife。Happy life，冇錯。但有可能等陣就會放卡太聽聽。基本上你乜挑起，其實要對下。哇！冇事，好，就這樣。我想嘅蒙黑誒，即係腐朽一下，係就。有樣子，你還有啥子會慣性誒？就見過就撇落去。係真冇事。香港開場歌，要拍。